台北五戏馆最近有一个新的特点，叫做同事连成影，把馆内收藏的4000多件皮胶戏选50件出来展览。这款物件真罕见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。戏台下的观众透过光影看布棚后壁的红仔演出，这是古早的皮胶戏。台北五戏馆甲大家较知影的传说，对观众内底讲出来展览。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起源故事，像是汉武帝他思念李夫人，它就是一个皮影的起源传说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思念的情感，去引发大家对于皮影的共鸣。五戏馆表示，馆总有4000多件对清代后期留落来，用裂皮制作的红仔，特色是寸尺较细身，以骨分明为主，嘴唇细顶顶，民众会当挖进来看，了解红仔的雕刻、纹路、历史，而且正面甲后壁两面拢看得到。其实在这次的展件，我们希望它透过一个两面性，观众他可以看到，原来皮影的正面它是长这个样子，来到背面就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它又原来演师他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后面是长这个样子。这届展览分做4个区域，五戏馆精选50件保存较完整的馆藏，互民众更较了解皮胶戏的起头样式、情境这项强要失传的表演技术。展览会持续到10月底。记者陈阿伯李玉凯台北报道。